哇，一大早的空气好清新哦。对啊，好舒服哦。难得这么早起，不如我们来玩游戏好不好？就玩撒见面好了。那是什么游戏呀？撒就是石头，剑是剪刀，面是布。撒见面的游戏好玩又简单哦。譬如说，剑可以剪破面，所以剑赢了。可是它剪不破撒，所以撒赢了。不过面又可以把撒包起来，这样子就是面赢喽。了解了吗？哦，撒见面好像很好玩哎。那我们快点来玩吧。我先。好，预备，撒见面。嘿嘿，我赢了。我输了。那换我。好，预备，撒见面。喵，又是我赢了。我也输了。彤彤姐姐，你好厉害，你都赢了耶。那是当然的啊，因为他们只会出撒，当然我会赢喽。撒石头，撒石头，剑剪刀，剑剪刀，面布。彤彤姐姐，我们再来玩撒见面。撒见面，好啊，预备，撒见面。哈哈，我赢了。每次都是彤彤姐姐赢。点点，你相信我，你是赢不了我的。彤彤姐姐，我们再玩一次撒见面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撒见面，嘿嘿，我又哈哈，这次换我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撒见面的游戏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了。